網上外匯預放盤俾你自定交易價格，隨時隨地助你捕捉投資先機。中國銀行提提你，而家時間係晚上11:15。各位歡迎收睇晚間新聞。澳門電訊嘅傳輸網絡喺晏晝大約4點半開始出現故障，3G 流動電話、互聯網等服務受到影響。澳門電訊話會盡快搶修，並且透過傳媒向市民發布搶修進度，又向受影響嘅客戶致歉。澳門電訊傳輸網絡出現故障，影響部分專線服務、3G 流動電話服務同埋互聯網服務。有幾十位市民去到澳門電訊門市查詢，又話故障對佢哋影響好大。打俾啲仔又打唔通，打俾我女又打唔通，好似失晒聯絡咁。大院好啊，我有好大揾我啊嘛，我做貨車都冇電話揾我點車嘢啊，係咪？澳門電訊喺夜晚舉行記者會，向公眾交代事件，又向受影響嘅客戶致歉。澳門電訊而家上下嘅員工咧都好努力進行呢一個全力嘅搶修，咁就希望可以盡快可以恢復到正常嘅服務。咁對於今次受影響嘅客戶咧，咁我代表 CTM 咧都向所有朋友同埋客戶同埋廣大嘅澳門市民咧深表呢一個歉意即係呢個對唔住希望大家可以包涵。澳門電訊話喺下晝4點半，公司嘅機流 IP 核心網出現問題，數據傳輸流量明顯減慢同埋唔穩定，導致網絡堵塞，影響 3G 流動電話、互聯網同埋專線服務。電訊管理局話，今次係本澳 3G 服務推出之後發生嘅最嚴重事故。澳門電訊嘅工作人員已經進行搶修。呢個軟件嘅供應商亦都會咧即將派佢專家咧係過嚟澳門咧，係聯同澳門嘅技術人員咧係對呢一方面作出一個詳細嘅檢測。咁希望咧喺短嘅時間入邊咧揾出呢個症結嘅問題喺邊度。我預計嗰個時間係幾時先能可以全部恢復翻？嗱，呢個都比較困難啊，因為嗰個問題而家暫時未揾到，咁只係話有初步嘅估算。咁我哋作為技術人員，我哋希望就係話盡快恢復。咁但係嗰個你話講緊係5個鐘頭6個鐘，我相信呢個係唔係一個係合理嘅回應啦。而澳門電訊亦都會增加人手接聽市民嘅電話查詢。當服務恢復之後，澳門電訊會透過電話短訊同埋公司網站通知市民。澳門電視台記者申萬希報導。電訊管理局又話，今次故障屬於嚴重事件，當局已經責成澳門電訊盡快維修，並且喺24小時之內提交初步報告。電訊管理局局長涂永強話，今次嘅網絡故障屬於嚴重事件，當局已經責成澳門電訊盡快維修，揾出事故嘅原因。澳門電訊需要喺24小時之內向政府提交初步報告。嗱，我哋會最終睇翻嗰個報告啦嚇，同埋嗰個實際嗰個情況，究竟係乜嘢導致呢個問題產生？咁亦都必須要考慮就話電訊公司、澳門電訊有限公司喺日常對呢一方面嗰個維護嚇同埋檢測上面嗰個程序，我哋必須亦都要對呢方面有所探究。涂永強話：係揾出事故原因之後，先至會研究澳門電訊係咪需要接受處罰，同埋向受影響客戶賠償。如果今次事故係澳門電訊喺特許合同嘅責任範圍之內犯錯，當局會根據相關條文進行處罰。佢亦都敦促澳門電訊研究點樣避免同類事件發生，同埋遇到故障時候嘅應變方案，並且盡快通知市民同受影響客戶，避免延遲發放信息。澳門電視台記者申萬希報導。而消委會資料顯示，去年嘅投訴個案中，以電訊服務最多。有議員認為當局應該加強監管電訊網絡商嘅經營手法同服務。消委會舊年接獲1689宗投訴個案，以電訊服務範疇所佔嘅比例最多，有261宗，當中大概一半涉及手提電話嘅服務，而其中有60%係關於價格爭議，包括手提電話漫遊或者下載數據嘅收費。
有時其實因為啲流動數據你自己 check 唔到咧，佢每一次佢話俾你聽佢月費係幾多，但係佢嚟到其實唔係嗰個價錢咯，即係會貴咗咯，可能貴咗10% 左右咯。有市民認為現時合約嘅條文唔清晰，容易引起爭議。都係收費嗰方面係咯。收費例如針對整體嗰個計劃定計劃。有議員認為電訊網絡商大多以手提電話優惠合約去吸引市民，但市民未必清楚優惠合約到期前後各項服務嘅收費。佢建議當局加強監管。對於電訊公司佢哋嘅經營手法，又或者嗰啲同用戶嘅合同內容嘅一啲嘅規範呢，有冇去到咁細呢？呢個我相信仲要係要電訊管理局呢去到呢方面再加強一啲嘅監管，同埋我相信亦都要佢哋喺電訊服務上面嘅監督係要多做功夫。另外，佢話本路作為旅遊休閒中心，但旅客嘅消費權益保障較為薄弱。佢認為本路可以參考鄰近地區建立消費者保護法。澳門電視台記者曾曉如報道。